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7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美国对顶关税政策是大大影响全球的股市。台股因为清明连假还未出现反应，各界拢真烦恼，今仔日开盘可能会落一个真厉害。金管会提出3大救股市的措施。另外，证交所嘛真罕见，伫咧台股开盘进前8点的时阵开说明会，叫大家爱有信心。借券卖出的一个委托数量是该种有价证券前30个营业日的日平均成交量的30%，从4月7号到4月11号，从30%把它调降为3%。针对台股今仔日开盘恐惊会出现失去控制大盘，金管会昨暗提出救市的3个方法，大幅度缩减借款卖出的量，降低市场比放空。上市跟上柜公司在融券，如果交易人要做融券保证金的成数，现在是90%，未来的话我们会把它调升为130%。第三个就是放零担保品的弹性，增加投资人周转的空间。另外，证交所也正罕见伫咧开盘之前8点开资本市场应变措施说明会，董事长林修明亲自说明政策的内容，稳定股民的信心。因那国安基金也已经传好，依照法规的第8条规定，只要国内化重大事件，资金大幅度移动，影响民众的信心，造成金融市场失去控制情形下，委员会决议了就让启动护盘。本来就是要开例行会议，有必要会让开临时会讨论是不是正常护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要甲咱台湾扣32%的关税，副总统萧美琴讲，这对咱的影响确实是真大，政府会积极甲美国来谈判。也那总统热请到展会甲传统产业，也佮有中小型产业的代表会谈，要来了解各行各业的需求。车头下晡车一台线一台开入美总统官舍，因为赖总统邀请团产甲中小微型企业代表，针对美国对顶关税措施举行第2场座谈。根据了解，包含工具机、钢铁、纺织等业者到场。前一日，赖总统先甲做通信业者大头家见面。根据了解，参加人拢赞成政府用手头条件来谈判，佫想提出产业安心方案。会议团队备战，行政院长杜荣泰也第2摆找金管会主委潘金良、证交所董事长等人开会。每回摆台股开市做沙盘推演，因为副总统萧美琴承认，这摆美国关税决定对台湾影响确实真大，政府也积极准备甲美国进行下一阶段谈判，争取对台湾更公平合理的待遇。那行政院在这方面也有所准备，在未来中长期而言，我们要检视跟调整现行能源、原物料等等的国际采购模式，同时我们也要协助我们的产业进行全球的布局。风城政府内部盘点咱5大谈判条件，包含降低关税、对美投资、对美采购、排除非关税投资障碍，也括美国相关境内生产地问题。各整合国安团队甲行政部门方案，由虾米官员来处理。在野党团也密切关注政府现行策略，要求杜荣泰赶紧到立院专案报告。透过党团的协商立刻要求具有代表性的行政部门到立法院来进行专案报告。我们也不排除支持加开院会的方式，让行政院长来做专案报告。只要韩院长召集朝野协商，时间的部分，我想民进党团我们也都会来支持。民进党团强调尊重甲支持国会强烈监督，杜荣泰已经正式邀请拉力北党团3长去行政院上相国事，希望调野团结应对美国的关税战。记者综合报道。川普宣布对全球扣对顶关税，美国连续2天大落。台股今仔日是清明连假了后开盘，台股指数指标升行，早起一个开盘跳空落定，是大落10点，是大落10%，大落2129点，失守2万点到19167点。因为咱台湾伫咧国际上真出名的水用五金，亲像水稻头、甲棒蒲等等的产品。即届因为美国关税政策影响是真大，已经有台湾的业者互美国的客户通知，叫咱都爱暂停出货。有的工厂嘛当伫考虑讲，年假了后敢是要开工。即马产业界拢咧关心讲，政府要安怎来应用。评数一摆过一摆，
来回回广告膜，加上精美的设计，来自台湾的水果金产业因讲是国际真有名的，每年产值达到600亿左右，有60成拢销往美国。正受到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战首先受影响。客户当然他现在也是很紧张啊，就变成说要求说先那个停止出货啊，自己那个来付这个关税不可能嘛。像是中华大厂龙泰公司高成杯以上的产品拢是去外销，北美市场更加占到8成。已经有客户通知讲爱暂停出货，所以这笔32%的高关税是虾米人爱付，这拢是真大的问题。中华关的水果金产业发展协会更加统计这个灾情，因为拄到市面廉价，不少业者已经在讨论讲，拜一是不是要照常来开工。在船上的到美国，已经超过4月9号这个要加税的这个时间了嘛？那这个是不是已经就加了？其实现在都还不明，所以那就不用出货，因为你出了就已经是亏了嘛。一般企业赚钱就赚最多10%哦，那么他要加32%，就是要损失20%。那哪一个企业能够受得了产品损失20%的企业啊？业界拢无希望看到停单情形，不过美方另外也公布关税上新的免除规定，第9903.01.34条，销往美国商品，美国价值占20%以上就使免除附加关税，其中来自美国的原料、零件、组件、技术也是设计所占的比重拢包含在内。任何资通讯产品里面最关键的软体跟晶片，几乎都来自于美国。那软体加晶片啊，占资通讯产品的成本比重，几乎都每一个都超过20%。分析师认为，对台湾电子厂商可能减少冲击，也伫免税详细部分的认定，由等待台美政府来讲清楚。不过，像传统产业伫台湾设计生产，美国技术内容竟然无关，恐惊是需要注意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最新的消息，咱要来看赖清德找人压时啊，透过影片向咱国民众发表8分钟的谈话，内底讲到咱台湾已经组成谈判小组，由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来带领，成员包括国安会、经贸谈判办公室、行政院相关部会，也有学界甲业界。伊认为讲谈判关税会当为比较美加密自由贸易的协定，为台湾甲美国双边零关税开始来讨论。详细嘛提出5项策略甲具体做法。如果冷静仔细分析台湾对美国的贸易，我们会发现，去年台湾对美国出口金额是1114亿美元，占全体出口总额的23.4%。其他75%以上的产品是销往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而销往美国的产品，其中具备竞争力的资通讯产品以及电子零组件，就占了65.4%。这表示台湾的经济其实仍具有相当的韧性，只要应对策略适当，公私协力，将可以降低冲击，请大家不要恐慌。面对美国的对等关税，台湾没有计划采取关税报复。各位乡亲，所来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24的天气是不了舒适，北部的气温有明显回升。咱做伙来看温度。西半部的高温差不多27度至29度，东半部差不多24度至26度。不过各地早暗低温干那17度至21度，甲24来比，早暗也是较清冷。若落雨方面，东半部、恒春半岛甲西半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尤其是西半部的山区，过昼真有可能会落雨。若其他的所在，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北部的平地小可会有雨沙啊。再来关心这个意外的消息，伫花莲台北线中环公路，这几天啊因为落雨加上地冻，有袂少土石断咧放落来。伫181公里的所在是当咧整修车路，昨昏挖道的时阵，有一个工人驶山鸟载石头，不过因为重头轻，全咧冰车，这个工人是规个人全咧摔出去，去互山鸟缀掉咧，不幸过往。
台北线中华编道因为连续大水雨，加上前几天的嘉南地震影响，9.2公里所在对市民连假头一天就出现路石崩落，抢修人员清理时要时时注意落落大石头，情况真危险。那开动机下的工人真烦恼，连监管安全人员也真势利，将有伫市民连假最后一天开放车辆来通行。然后开始塌方，那加上这2天的下雨之后，它整个塌方有急剧严重。那个边坡其实我们用空拍机看过，它上方高达了300多公尺，那整个坡面上都是还有浮动的土石在上面。那我们现在已经加驻一组人马，要开始往下做一个临时保护的喷浆，那同时也会在道路上做持续的清滩。严格相关伫台北线181公里所在的修路工程，初六早起晚11点外开始发生意外。头那个大的那个几太大的太重了。他是要挖到哪里放？这边。他就是要丢旁边而已。这大的那个太重了。一台卡拉机敢若用石头挖伤多伤重，机械手骨挡袂牢，起向头前，煞并且司机对驾驶座飞出去。扫这边坡的栏杆甲怪手夹掉咧，当中无性命迹象。有工程车翻覆，人员有受困之情形。我到了现场后，发现患者无呼吸、无脉搏之欧卡氏患者。我们人员将伤患脱困之后，由我们新序脚踏车送往国军805医院。哇！根据了解，这10波人是这工程的工头，正伫做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边坡工程。不过，几件事故详细发生原因，由原等台警方甲劳动检查单位进一步调查。气象署讲，虽然这2天水气减少，不过北部有1点雨，到拜三拜四方面瓦群，如果要注意雷阵雨，就惊落雨继续有落石。公路局也呼吁非必要且唔通入去山区的道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件有关爬山发生意外的消息。有2个人趁清明连假的时阵去花莲爬山，初5的时阵要落山，半中途要过溪的时阵，其中一个人煞去互水流去。初5暗时伫水尾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这个登山队拢总6个人，因去爬山煞无申请入山的许可，所来会依法甲因裁罚。搜救人员到顶爬山友的遗体顺河道向山脚撤离。花莲县消防局初5下晡3点外接到报案，有一个姓王的女山友，当日下晡点外渡过落溪的时阵，无细致触倒，互窜流溪水冲走。消防局马上出动搜救，当日暗时8点外，伫溪尾找到女山友的遗体。由下游约6公里处向上搜索，约晚间8点于河道中央发现搁浅溺者，已明显死亡。消防局表示，这爬山队是6个熟悉山友组成，这摆清明节连假要爬玉里山、倒溪山顶中级山，因初3为倒溪爬山口入山，初4攻顶玉里山了后，初5准备为活南面登山口来入山，最后煞伫最后一日出意外。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发现，这几个山友拢无申请入园，目前在调查清楚因的爬山路线。我们现在要厘清它的路线是不是有没有进到我们的生态保护区来。如果你进到我们这个南安瓦拉美步道里面的话，超过嘉兴，我们有一个生态保护区的一个界限。如果你要进到那个区块，你就要办理我们的这个入园证。除了生态保护区爱申请入园，爬玉里山甲倒溪山也爱申请。花莲县消防局初步发现，这爬山队也无申请入山许可，后续会照花莲县登山自治条例移送主管单位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代替公司化第2年，也是传出有火车停车有问题的事件。3月13甚至一日就发生2件。根据统计，代替今年就发生5件。有的竟然是因为司机讲手机无专心锁定。即马开始，代替会去驾驶室来做零检，手机袂使放伫咧驾驶员的桌顶。过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伊骑电动厨房车滑倒受伤，伊规个人是啉甲醉茫茫，酒测值有甲1.18毫克。伊共向危险罪上班了后，检方发现这个查甫人是酒驾的累犯，所以建请法院甲伊当堂判刑。民众电话伊认为讲，这个查甫人发唔惊，嘛无咧反省，所以伊袂当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甲伊判8个月。再来看《中国时报》，即马早起犯罪问题是真严重。
因为小贪，有的人去用耍大耳，有的人甚至加入诈骗集团，就连检警、甲法官还有律师嘛在内。刑事局就发现讲，目前至少有20种白领阶级的人，甲诈骗集团有交结，变作是诈骗的产业链。即马诈骗的手路是百款，即马就连是厝头家嘛变作是诈骗集团因锁定的目标。刑事局最近发现有诈骗集团竟啊做要洗厝，然后拐一个厝主来投资，伫新北中河都已经有人去互骗5万块啊。另外，诈骗集团偷用民众赖的口座，假作是本人甲亲戚朋友骗钱、骗个资，提醒大家都爱特别注意。看时机到啊，警方随表明身份冲进去，把这诈骗集团的车手抓起来。起因是诈骗集团利用租厝名义，甲这个县长的查某人联络到，并且取得信任了后，请县长的查某人进行虚拟货币投资。伊无怀疑先汇5万，后来诈骗集团佫要求对家投资160万。县长的查某人感觉唔对，所以赶紧向警方报案。接同张女与诈欺集团面交，见犯嫌车手出现后，立即向前逮捕。利用租厝诈骗案例未少，刑事局最近发现，唔拿厝卡用骗去，就因诈骗集团更加锁定厝头家。先假设厝卡甲厝头家有熟识，甚至爱先汇定金，也是1-2个月的厝租，先互厝头家相信，再佫吸引厝头家来投资虚拟货币，要求汇钱到指定的口座来诈骗。这些假的房客就会跟房东装熟啊，那话题就会逐渐转到投资相关的话题，教导他们如何投资啊。他连房客都没看到，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可能有更大的风险。那所以我们还是奉劝，不管是今天是不是房东或是房客，有一些高报酬或是有一些高获利的东西，都要去详细了解，后不要随便就把我们的一些个资或是把我们的资金汇进去。若假投资诈骗爱注意，盗用个人资料，佮诈骗的情况也未少。警方提醒，最近常常看是诈骗集团先盗用亲像赖，结果团送斗相共，替同辈也是囝儿在家竞赛网络票选的信息，互被盗用赖的通讯录的亲戚朋友骗民众投票了后输入赖，也佮密码，加上个电话一摆成严重号码，结果盗取民众的赖，也顺势发这个信息，也是敲电话，互伊的亲戚朋友借钱，互民众若赖互骗去，也可能钱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要继续来关心关税消息。川普宣布关税政策了后，美国是连续2天4大指数拢随大落5%。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批评白宫资深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而且佫表态讲希望看到未来美国甲欧洲之间会当实现贸易零关税。另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参加一场座谈的时阵，伊坦白讲，伊并无认同这个经济政策，而且嘛有人会因为这个政策来牺牲。美国公布对顶关税了后，美国4大指数连续2天分别大跌差不多5%，嘛，互领导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当时阵嘛是特斯拉执行长的马斯克个人资产，伫2天内底减少309亿美金，差不多是代表一条200亿。对此，马斯克伫社群平台 X 平顶批评白宫资深贸易顾问纳瓦罗，拢无创作过任何物件，佮伫同一天用新型的方式参加意大利由执政党联名党的大会，讨论毋望美国甲欧洲之间实现零关税。I hope it is agreed that bo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move, ideally, in my view, to a zero tariff situation, effectively creating a free trade zone betwee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马斯克表示，这是伊向川普提出的建议，支持互民众伫欧洲甲北美之间更加自由的线顶上便利慷慨。对于川普的关税政策，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伫初五出席汉密尔顿学院举行的会谈的时阵，虽然无指名川普，也毋过坦白表示无认同包括对顶关税经济政策，嘛表示要解决问题，需要依靠所有的美国民众。It is up to all of us to fix this. It's not going to be because somebody comes and saves you. The most important office in this democracy is the citizen, the ordinary person who says, no, that's not right.
对于联邦政府威胁大厦甲律师事务所，奥巴马嘛真烦恼，呼吁民众爱捍卫民主的价值观。是今美国人需要准备好，可能要为此来做出牺牲。在川普关税出来了后，美国华尔街分析师嘛陆续调整美国衰退几率的预测。摩根大通的研究团队将几率为40%提悬到60%。美国经济学家费洛里评估，今年下半档的经济有可能会连续2季萎缩。第3季的实质 GDP 国内生产模型有可能萎缩1%，第4季预估萎缩0.5%，和全球 GDP 为原本成长1.3%降到负0.3%。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川普宣布，甲亚洲主要做衫外销的国家扣37%至49%的关税。孟加拉、柬埔寨甲越南等等的国家是拢受到影响。有车衫的工人烦恼讲，工厂有可能会因为安尼就要收起来，会害因无头路。中岛休困，柬埔寨工人陆续行出伫近边的生意厂要去食食。美国是柬埔寨上大的外销市场，出口商品包含衫、旅游用品、甲鞋啊等等，大约占出口总值的38%。不过，互工人唔敢相信的是，柬埔寨这届竟然加做川普扣关税提手上重的国家，最终关税有49%。真侪人烦恼工厂可能关门，互因无头路。ចាពេលរោងចក្របិទទៅក៏វាពិបាកដល់កម្មករទាំងអស់គ្នាហើយចេញតែម៉ោង4ក៏ពិបាកដែរតែបើកាលណាតែគេបិទរោងចក្រទៅពួកខ្ញុំអត់បានមានការងារអីធ្វើអត់មានលុយចំណូលអញ្ចឹងពិបាក包括以美国做上大出口国的成衣生产国孟加拉，也同款面对37%的高关税，业者讲寄出来成本美味上好拢真歹吸收，生理根本做袂落。Needed item যদি 100% কটন সেটা যদি আমরা 60 to 70% ডিপি ক্যালকুলেশন করে আমরা অর্ডারটা বুকিং করে থাকি সেটা এখন দিতে হবে আমরা 37%। তাহলে সেক্ষেত্রে বায়ার বড় বড় লস হচ্ছে। বায়ার তখন যদি সেটা করে আমি লস করবো যদি তুমি আমার সাথে শেয়ার নিও। আমার তো মার্জিন খুবই কম ছিল, আমি তো অর্ডারটা নেওয়ার সময় তো আমি এটা 1% আমি ক্যালকুলেশন করি, তখন যদি বায়ারের সাথে যদি শেয়ার করতে না চাই।成衣业占孟加拉出口总收入的8成以上，逐年大约贡献 GDP 的10%，对孟加拉的经济真重要。川普的关税战，定着对孟加拉形成真大的打击，当地400万的工人的生计也同款受到影响。其他同款也对美国出口成衣的越南甲斯里兰卡，分别面对46%甲44%真惊人的关税。比较之下，印度26%的税率是较轻。当地地区专家认为讲，真侪劳力密集的产业供应链可能改变。Many of the goods like electronics, machinery, labor-intensive goods like textiles and garments, which were being produced in China, Vietnam competitively. Now, because of the high labor content in these goods, some of the global manufacturers may find relocating to India very attractive. 专家指出，伫即届关税战，印度可能徛关山看马小太得到上侪好处，呼吁印度把握机会对相关的部门来解决。目前，印度甲美国已经针对双边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第一阶段协议按算今年的秋天就会出来。出口业者主张加快谈判的速度，希望当化解关税抵数的挑战。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在中国有一款红仔，都要买来拆开了后，才知影是买到什么款的。过去在东南亚，这个商品是卖甲写叫。不过最近在越南，岛民众发现讲，这红仔的面顶悬哪像有画中国宣示南海主权的图，是受到越南民众的抵制。那现此时，越南政府嘛下令禁止买卖这种中国红仔。甲网鸭拆开，内面有一只宝石有土鸭鱼孔的红鸭，看起来真古锥。这是中国红鸭公司的网鸭活3系系列。之前因为红鸭的设计真多元，也佮依照节日、季节或者是特殊事件无同的主题，设计红鸭面顶的图案甲整体造型。伫咧东南亚卖甲真好，不过卖到越南的红鸭，因为面顶头的图敢若是中国宣示南海主权的高大线，卖袂出去。Em thì với những món đồ chơi hay là tất cả những thứ gì mà đều có đường lưỡi bò thì nó sẽ ảnh hưởng đến chủ quyền Việt Nam thì em đều không ủng hộ.
高大线是中国维护南海区域的长续线，也是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表示基础。不过因为南海领土的争议牵涉到真侪附近的国家，大家拢有无同的主张。越南是不准高大线以任何的方式出现在英国内。越南市场发展局讲，因有高大线的产品是违反越南的现行法律，影响越南的国家安全、领土主权，所以真侪违规的换衫系红仔，怎么拢下价滞销卖不出去。之前一只卖$20，代票660块，一天卖100只，怎么销售挂零，计销台对半$10也无人要买。Bây giờ hầu như là sẽ nói chung là bán kém, chị bây giờ phải xả hàng đi để kiểu lấy vốn lại thôi. Nhiều sản phẩm còn bị lỗ chứ không phải là có lãi nữa. 怎么越南政府已经下令查禁这种红仔，并且要求对查处置侵犯国家主权的红仔生产加销售的业者。伫以前也发生过像这种代志，正如伫2023年的好莱坞电影《芭比》，就被因为越南政府认为影片内面有出现高大线，所以禁止伫咧越南放映。另外，中国连锁的茶饮品牌霸王茶姬，本来按算伫咧胡志明市要开分店，也因为品牌专用的 APP 有显示出高大线的地图，和越南的民众抵制。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越南看煞，咱要来看泰国。泰国每一年4月份满21岁查甫人拢爱去抽考啊，看今年敢是爱去做兵。不过嘛，因为泰国军中不当管教等等的问题真多，所以伫咧抽考的现场会当看到有几啊个下性别者，希望会当申请延后做兵或者是免做兵。原来这个情形伫咧泰国算是真正的出现。征兵的报道柜台头前，真侪人摕到个人资料甲通知单准备抽签，也毋过会场内底所有几多名真特别的看性别的人，因拢是到征兵年会定招入伍的人，准备要借出申請延後也是免除兵役。穿白衫的卡尼卡今年23歲，這是伊第3屆的申請免除做兵。 คือวันนี้ค่ะจะเข้ามารับตรวจเลือกค่ะแต่ว่า2 ปีที่ผ่านมาค่ะเป็นผ่อนผันแต่ว่าปีนี้ค่ะพร้อมแล้ว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หลักฐานทางการแพทย์มายื่นให้ค่ะ 伫队伍内底有另外一名穿黑衫看性别女性桑罗布，因为今年拄好满21岁，是头一届来申请延后做兵。伊嘛表示，若是征兵官坚持要求伊做兵，伊嘛会接受。但年4月泰国拢会征兵，就算是出家做和尚，只要年岁满21岁的男性，拢需要用抽签决定是不是爱做兵，会一直抽签到年岁满26岁为止。红色的签代表爱做兵2年，黑色的签就是今年免做兵，若是拒绝做兵，就爱服刑3冬。泰国是征兵制度的国家，也毋过泰国军队一直传出不当管教的军中人权问题，造成真侪士兵伫军中因为不明的原因无命，加上士兵佫真有可能爱去战场。好，泰国真侪少年人真惊爱去做兵，泰国民间真侪党内嘛一直有要求废除征兵制度的声音。伫咧泰国兵役法的规定内底，嘛接受做刑抗变性的查甫人，另外佫向军方提交医疗证明文件，经过心理学家证明有性别认知的问题，军方就应该因分做第2类别的男性免除兵役。若无医疗证明的人，会互分去第3类别的男性，会当申请延后兵役，再由征兵官来决定是毋是爱因做兵。公司新闻台是同兵役。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超过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全面性贸易关税政策，历史全球的股市大落。沙烏地阿拉伯國營媒體報道，當地證券交易所指數今仔日是大落6.78%，是創下自 COVID-19 疫情以來股市日度上濟。來關心緬甸3月28發生大地震，到當時已經造成3471個人死亡，還佫有4671個人受傷，另外有214個人還下落不明。救援的機構表示，部分的災區這2天要持續伫咧落雨。地區救援變甲更加困難，災民感染疾病風險嘛特別加懸。過來關心日本有一架醫療直升機，原底是要為中機關飛去福岡市要做醫療的轉送，不過在飛行的半中途煞向失去聯絡，然後在海頂找到，目前飛行機頂6個人是攏全部找到啊，有3個人互救起來的時陣無喘氣嘛無心跳，其中有一個86歲的查某患者送病院了後表示不幸歸往。鏡頭等下咱國內，有一隻代替德魯固自強號初5的時陣，駛到南港的時陣，有一個查甫人落車買物件，因為車門關啊，伊袂赴閣上車，
伊紧张一个竟然全呢倒伫咧2节车厢的中央，看着是真危险。加在工作人员发现是赶紧叫火车救动啊停落来。然后，这个危险的行为是已经违反铁路法，上当会罚款7500。台铁列车豆豆咧加速，监视器的画面煞雄雄看到2节车厢中央有一个青青的物件咧遐害咧害咧。详细一个看，竟然是一个查甫人倒伫顶悬的。台铁的工作人员看毋是说，赶紧叫火车停落来。你从车上掉下来是不是？因为我来，他车太过关了，我来不及。工作人员去到现场看，发现这个查甫人坐伫铁轨路的中央，第一时间赶紧甲人扭起来月台的，加在伊无明显的外伤。这个惊险的场面，经过了解，是这个查甫人伫咧初5暗时啊，搭台铁德鲁库自强号4482的列车，车驶到南港的时阵，伊落车买物件，煞因为袂赴上车，一个紧张，人煞倒伫咧第3车厢甲第4车厢的中央，落尾手火车伫咧7堵站紧急停车，这个查甫人嘛因为无力啊，全坐伫咧铁轨路顶悬。当然是危险的，跟生命开玩笑，随时都有危险的啊！这车子那么快啊！你紧抓着它的话有没有？可是你又没有上得去的话有没有？万一碰到其他的障碍物的话，你很快就掉下来了。这个查甫人的行为，民众看了嘛惊一跳，因为德鲁库自强号时速有到130公里，而且这班车驶到南港后一站就是宜兰，中央都要经过1点钟。然后这个查甫人的行为嘛明确违反铁路法，妨解除运送契约。列车长解除该男运送契约后续行，本分局调查后，依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2项及第71条第1项第1款，函予交通部铁道局裁处。落尾手这个查甫人毋但火车坐无着，嘛妨以铁路法来裁罚。这种危险的行为，若发生意外，后果恐惊是真严重。公司新闻台北报道。进前台南因为捌有学校的家长会长涉及枪击案。所以台南去年定出排污的条款，即马台北市议员嘛大力推动要增加定出家长会干部下任的资格，真侪家长是不了认同，也若乡北教育局讲会邀请家长团体做伙来讨论。进前台南市某国小家长会长牵涉枪击案，敢若亲像威胁学校的督办人员，引发外界关心。台南去年是全国首先来订定学校家长会长排污条款，伊有乡北即阵无相关排污的规定。不过有家长认为讲，家长会干部某种程度也算讲是学校的掌门人。台北市民意代表也敦促来增订家长会干部适任的资格。如果这个条款当然是让家长比较安心啦，排除他当干部的前提，如何保障小朋友在这个教室里面不要受到歧视，甚至不要受到霸凌？我觉得这也是蛮需要考量的。虽然不要歧视人家，但是还是偏向不赞成进入家长会长，毕竟教育还是要把小朋友教好。部分家长认为讲爱订定相关规范，乐观其成，不过更加爱注重这个配套说法，卖互囡仔有防歧视甲欺负的可能。台北市教育局是讲会邀请台北市各级学校家长会、联合会共同来研议，到阵来检视现行法规的适合性，和相关的规范更加符合实际需求。干部啊或者会长订定一些适任的资格的部分，我们后续教育局会跟家长会的联合会，还有我们的会务咨询小组也会争取我们相关法制的意见，来研拟出一个比较妥适的做法。不要刻意说去把它让它标签化。如果真的说要定的话，我也不反对。新北市教育局也讲会调集相关家长的团体来研议，也了解家长的看法。新北教育局拢强调，现行法规已经明定家长会的解任机制，确保相关运作符合规范。也若未来家长会干部适任的资格，是不是纳入排污的条款，议员爱等待建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在地消息，咱要来看社会安全网的这个计划，到达已经执行到第8年啊。不过，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全国有5个县市请社工的情形是无甲85%，而且流动率嘛真悬。有学者呼吁政府、官方甲民间都要合作，会当互社会安全网更较周知。为保护弱势，减少社会悲剧，推动社会安全网计划已经第8年。不过，卫福部公布上新社安网社工人员阵容情形，全国新北市、嘉义县、基隆市、苗栗县、连江县等5个地区阵容率无达到85%，全台平均差不多是87%，平均流动率是17.9%。
针对少部分县市因为幅员广大等因素未能达标，本部也会持续的督导禁用跟流动的情形，来持续强化这些人力的禁用跟久任制度。不过，台社工夏明古教授旁言指出，社工界对社安帮无赞成的比赞成的较侪，因为社安帮用悬的薪水欠人才，互民间的服务体系求水。不过，同时社工流动率煞是真悬，认为政府应该重新思考角色分工，将第一线服务高幸互民间，才能根本改善困境。我觉得公部门也要有人，民间也要有人，需要政府好好做研究，说到底人力的配置要怎么做配置。这个社安网里面其实缺乏了很多我们基层社工人员的想象。台北市社工工会表示，社安帮伫即卖社会当中真重要。不过，社工人力欠缺的现实情形之下，建议政府应该踏入基层的声音讨论，佮规划公部门甲民间安怎合作，甲相关人力安怎配置，才能建立完善的社安网。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看，嘉义新港有一群为台湾各地来的民众，因做伙住伫咧板头社区。日时的时阵，有人会负责起厝，有人负责种植甲做事。然后到暗时大家会做伙来煮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来推动环境共生甲环境教育。天暗时，互大家休困的工料来搭天棚，有人爬悬来施工，有人伫下骹加工材料。来到这的每一个人，每一工拢会替伫这共同生活的人来付出。有人起厝，有人种植，但是伊拢是来这了后才开始学这的功夫。我们的自然的农法，然后用永续的设计的方法来种我的物件，然后我的物件是买家己食。那我们也分享给来这边一起参与的人，然后互人一个学习的机会。来到这等于是讲爱从头开始，对，啥物拢爱学，啥物拢爱做安尼。我爱家己种菜做事，嘛爱家己去起厝，对，用迄个自然建筑的方式，对，希望是用土地顶悬的物件去做。来自台湾各地的人认同这种生活方式，自这伫新港的板头社区，因发起一个地球回航的计划，要伫庄卡这个所在活化空间，建造环境共生的示范场所，向大家来推广环境教育。我们会有生态生产，然后生态的生活跟生态的教育这3个面向，去呈现我们在农食住活产学这6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发展。计划主持人表示，因为去年4月开始推展这个计划，到当已经会当满足基本的生活，接落来嘛会配合在地学校甲社区，提供环境教育的课程，让在地民众会当更加了解这个计划的精神。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晚咱文化部当咧培育台语家庭的这个计划，上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会当鼓励大家伫咧生活当中会当讲母语。有报名台语学习家庭的家长讲，这个计划确实互因更较有动力，伫咧即马华语为主体社会当中，坚持落实台语家庭的这个计划。而且嘛有家长透过参加扣点数的活动，嘛影响无咧讲台语的亲人，即马嘛开始做伙咧讲台语。过道的新北市天气淡薄仔小热，有一群亲子美伫公园的树影下骹唱台语歌谣。因是在地母语共学团，逐礼拜拢会举办聚会，互囡仔有台语伴。这个团体有一个新加入的妈妈吴焕婷，这是伊第3摆带家己一伙外囡仔来共学团。伊本身也伫今年初申請加做台語學習家庭。自細漢伊即馬啥物攏毋知影的時陣，就互伊講台語。想講安尼，伊以後去外口，若是講華語嘛無要緊，但是伊至少愛佇咧厝誒，甲咱爸爸媽媽是甲伊誒阿祖講話，攏愛會當講，會當溝通安尼。吳焕婷希望透過台語學習家庭計劃，為囡仔細漢就營造台語環境，佇厝內通規家伙仔攏講台語，成做一個台語家庭。不過台語學習家庭的類型也真多元，親像李明山厝內只有伊，甲尾2歲的囡仔在會曉講台語，因翁只會曉華語。李明山也有去申請台語學習家庭計劃，不過成員只有伊甲囡仔。
其实我平常和亲戚朋友较无在讲台语，拢是讲华语。对，平常伫厝里和阮翁和伊爸爸其实嘛是讲华语。文化部伫去年底推出母语家庭计划，参加活动摕点数就会当换奖励金。李明山表示，台语家庭计划虽然只有伊甲囡仔参加，因翁袂晓台语，但是三不五时也会带因翁对咧参加集点活动，互因翁也渐渐开始接触台语。也要参加活动爱集点，毋过我无法度拿工价跟拿听课，所以有时阵我会甲阮翁带去斗相共，就比啊就是斗顾好斗顾囡仔，伊斗顾囡仔时阵有时阵加减会听。伊减毋听，所以即马就是讲，虽然讲伊袂晓讲台语，毋过伊会加减配合。透过参与台语学习家庭计划，李明山因翁为完全袂晓台语，到即马会加减听、加减讲。有范定也讲，这个计划互伊知影愈侪通上台语课、找台语伴的所在，对家己执行台语家庭来讲是真有帮助。记者郭碧君、林玉凯，新北报道。响应台语家庭的计划，嘛鼓励大家会当亲自参加台语相关的活动哦。在台南市山上花园的水稻博物馆，这个年假的时阵，因是办真侪亲子的台语活动，因设计斗阵洗水稻等等5个关卡，要互大人囡仔哪怕通关，哪学台语。一张地点签，佮抽台语动词甲名词的任务卡，民众就爱去头脑想看卖要安怎甲斗做一句话。雄雄要讲有人小可顿地，某人随想出来。连续4天，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办斗阵洗水稻台语活动，因设计5项台语趣味的游戏，佮头摆结合在地文化，互大家透过台语来认捌地方特色。参加的大人囡仔拢讲，用安尼方式学了较条白。较无定利用的，就是琉球熊，足无啥好讲。像是在地的文化推广啊，是我们另外有设置跟地方合作的台语关卡。如果你只要集完4个关卡，就可以另外换一份好吃的鱼拓烧跟限量的礼物，一起挑战台语。做会学台语，这样活动有价有量，唔若透过游戏来学台语，完成任务也可以使申请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点数。现场就不少家庭带囡仔来参加扣点数。这回官方嘛加倍规划母语体验大自然的活动，邀请游客实际参与，游客要安怎采蜜制蜜，囡仔嘛穿装备落去摇蜜，体验生态趣味。其实蜜蜂其实是温和的，你就轻轻的，就是它在取出那个蜂巢的时候，你就轻轻刮痧拍出来，就是把那个采出来，然后去摇蜜。你加完了，还阁将伊的过滤，咱等下加出来是所成的蜂蜜，但是含水量有可能较高20%。啊，咱还阁经过去公司落去甲咱浓缩、低温浓缩咱的蜂蜜，低于20%的水分，咱到大头去保存。台语家庭计划第2期即阵伫4月初1起稿，会持续到12月底。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表示，因未来有规划办更加多元化的母语活动，互囡仔伫生活中自然使用台语。记者李树台南采访报道。国防部有做一个统计，为宣布戒严的1949年统计到2005年，政治受难者上无有16132个人，人权受到严重的迫害。为了要把这段沉重的历史讲予大家知，有剧团即嘛是创作舞台剧《阿爸的白猪套》，要让大家来了解人权的重要性。啊，请问大人啊，啊这参加读书会，敢有啥物问题？问题？你很快就会知道有什么问题了。主角阿辉因为少年时参加过读册会，去互政府以思想有问题的罪名奉送到火烧岛坐监。这是原始词剧团的台语亲主角阿爸的白猪套。主角毋但甲某囝分开，嘛强在受到特务的私了爱搬厝。这是以白色恐怖做主题的故事。剧团表示，这款代志常常发生伫咧真侪受难家庭的成长过程。伊嘛希望透过戏，互大人囡仔拢通了解人权的重要性。阮敢若是咧单纯的讲，咱台湾有咧发生这个代志，这个历史对大家拢最重要的。咱要为这个历史来了解，讲未来我们要安怎来珍惜这个自由的这个世界，要安怎真正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课本嘛是有啦，啊，毋过就是无啥会讲，交流了后就是会看较愈较深嘛，会有家己的立场安尼。
这出戏是剧团透过电影调查以后改编的故事，因为去拜访政治受难者甲家属。有同员表示对亲身交流、甲参与创作，对历史有愈深的认识甲思考。现场有侪侪家长带囡仔来看戏，有家长表示，像这款人权的议题，有当时无啥会晓讲互囡仔捌，家长认为这是足珍贵的体验。我感觉足好的代志，因为这议题足深的，我家己甲囡仔讲的时阵，也无讲遐好。我感觉有安尼的表演的时阵，互囡仔去理解过去台湾发生啥物代志。家长表示真欢喜有这款亲子剧，通听台语，也通了解台湾的历史。现场有侪侪囡仔对剧争笑，也对得哭。剧团表示，阿爸的白纸套拍送要搬到4月13，有华语场，也有台语场。台语场配合台语家庭计划通强点，现场嘛有静态特点，希望互大人囡仔拢通了解人权和民主自由的珍贵。记者卢尚珠、柯炳哲新北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到今要战未煞。伫乌东前线的居民，有真侪少年人拢已经离开故乡去别位啊。剩的是军人，也佫有侪伙人，甲一寡狗仔甲猫仔。有一个乌巴桑，伊逐工伫遮饲遮的狗仔甲猫仔。因若当地教堂，就算是已经破古古啊，也是定期举行活动。在地人讲，无论这战事安怎发展，因犹原毋甘离开因的故乡。乌克兰东部城市比利茨克的路拢无看的人，65岁瑞莎斯马考斯出门的时阵，后壁缀着一阵8度腰的流浪狗，伊性价比压伫咧涂骹饲鸟仔，结果来饲这款流浪狗。饲煞了，伊就准备要去公务机关上班，下班了过来饲一遍。这是住伫咧俄乌战争上前线地区之一的瑞莎，逐工拢会固定来做的代志。Я из-за них не могу. Я не могу из-за животных. Как я выйду? Ну, представьте, 20 собак и почти 50 котов в разных местах. Как я выйду? Ни один приют не примет, и я их не вывезу. Мне сын предлагал: мама, давай я тебе куплю дом в Черкас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а чем я их кормить буду в селе глухом? 比利茨克南区不时拢会看到俄军的无人机，随时拢有可能发生轰炸。瑞莎的后生本来想要带伊离开，不过瑞莎为了要照顾这款军人伫战区援助的猫狗，硬要留来无愿意走。看到破损的建筑物甲车，伊讲唔敢期待停火这种好代志发生。怎么就算俄军无空袭，伊暗时也困袂醒路眠。Я не верю. Я думаю, что ничего не будет хорошего. Я думаю. Просто оце бомблять безконечно, і всі ночі не спиш, а на роботу йдеш. Тут страшне, що по ночам робиться. Страшне, рядышком же ж. 俄战争进前，比利茨克的人口有8000人，怎么剩无几个？留落来除了残破的建筑物，也有士兵甲无愿意离开的士大人。虽然人少，不过镇上唯一的神职人员伊凡神父，伊愿固定主持礼拜。伊甲伊的教堂叫做诺亚方舟，互留落来民众有一个安心的所在。Храм вообще, церковь это корабль спасения, Ноев ковчег. Вот сюда все и стремятся, все, кто знает, где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Ведь Ноев ковчег тоже строился, и тоже Ной говорил, ходил, приходите, причем это. 俄战争当时的结束怎么也唔知，不过会当确定的是，故乡伫咧乌克兰前线战区的民众是一直拢正辛苦努力的求生存。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即马真侪人厝内拢会饲动物伴，这动物伴就若像咱的亲人共款。不过这动物伴嘛有老化甲死亡的问题，有真侪主人伫个尾啊，就需要替因的动物伴来做安乐死的决定，互因是感觉真唔甘。即马英国有一个民间团体，因提供资讯的专线，互动物伴的主人有一个消透情绪的所在。即马每一年至少有3万人会打电话入来求助。真侪主人会带宠物到公园散步，甲狗仔耍拼飞盘，看因耍甲真欢喜，都袂记哩家己的烦恼。啊，毋过因年岁大，都会受到身体退化、甲病痛的艰苦。过去美好的时间，对真多主人心内无法度承受的痛。People who don't have pets don't understand. People think they use those cliches. Oh, you can get another pet. They're not replaceable, or they had a good life. You know, or all of those things. People want to make you feel better, so they use those cliches as a sort of a fix-all. So you feel like you can't talk about it because people aren't really empathising with you, not really understanding. 宠物开始面对病痛，被迫做出安乐死，是真侪主人心内痛。尤其是当伊厝内无宠物的厝，感觉是真安静。
英国动物福利非政府组织纳西基为宠物过身的主人提供热线咨询服务，每年至少3万人打电话求助。辅导员指出，有时阵失去宠物，甚至比失去一个人更加艰苦，因为宠物已经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You are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them, so you feed them, walk them, whatever kind of pet it is, you're responsible for taking them to the vet, and ultimately euthanasia, signing that consent form for that end. So guilt is a really big part of pet loss. 悲伤无法度简单化解，因为悲伤甲宠物陪伴记忆，拢可能永远伫咧。You lose a pet, and you learn your life gets bigger around it. Your grief never goes. It can pop up at any time. So it may be you see another cat that's the same, or there's an anniversary like with Facebook, it pops up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all of those feelings will come back. 辅导员表示，伊将狗骨灰放伫壁路边，因为迄是伊过去上爱坐所在。生离死别虽然悲伤，毋过已经陪伴甲美好，这是无价。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我来看，伫奥地利维也纳有一间电影院，因从去年12月份开始推出编辑电影日的这个活动，因邀请对恰碰西有趣味的民众做伙来哪看电影，哪恰碰西。大荧幕伫咧放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不过大咖的观众除了用目睭看电影，手也拢真无形，大家拢伫咧恰碰西。奥地利维也纳一间电影院，自去年12月开始推出编辑电影的活动，真受欢迎。Ich stricke seit 2016 und Stricken ist immer so ein Randhobby gewesen und wenn plötzlich plötzlich sind es gerade so viele, die stricken. Und dann trifft man sich, weil sonst man trifft sich ja zum Stricken nicht so regelmäßig. Und dann ist es trotzdem gemeinsam schöner zu stricken. 放电影的时阵，电火无啥光，伫咧恰碰西，或者是做其他手工艺品。这场组队的活动，一个月办一遍，每一遍拢起要甲180人来参加。活动发起人讲，新冠疫情期间，真侪人踮伫咧厝内开始恰碰西，即马是有愈来愈侪人行出门，加共兴趣的人做阵恰碰西。Also ich glaube, viele haben während Corona angefangen zu stricken und zu häkeln und haben das dann notgedrungen nur alleine zu Hause gemacht. Und ich glaube, deswegen wollen jetzt viele Leute das mit anderen Leuten machen. Und ich glaube, dass die Menschen sich freuen über den Austausch, also dass man sich auch Hilfe holen kann. 甲手内碰西比起来，电影敢若是较无重要，因为若恰碰西，若甲朋友开讲，这是这项活动的真正目的。有参加的人讲，伊真爱若看电影，或者是若听 podcast， 若恰碰西，所以来遮是袂歹的选择。Also das ist ein Pullover, die Ärmel kommen da auch noch. Das ist eine Anleitung aus dem Internet und ich finde die Wolle ist urfein. Genau, deswegen mache ich es und mir gefällt es. 编辑电影日的概念是由北欧国家开始，即马伫咧美国、德国等国家拢有同款的编辑之家活动，若放一寡经典的电影，若甲共兴趣的人做阵恰碰西做伙开讲。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17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加17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加19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加17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5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